是命百年的光景真正短，怎可以白白浪费时间来倒坐？因留下良好名声，美名传万世。浪费白有是咱有用的身体，想想古早昔行观音，看清真假。无留恋世界种种虚华幻影，求实际，花费生命的光辉，付费受当债。修道士时时刻刻为着涵养情，该无脾气拄脾气，该要受自心，日日着来反省，忏悔断欲心。无贪求通顺利，就是练气功，成就无上菩提莲花，灵明妙心。奉孝着圣贤善情，悲愿救世度众生，共同脱离轮回路，免搁受轮沉。